我们的茄子卷的那个备料，两半的那个蒜头我们把它切片，等一下我们把它用油把它煎一煎，然后煎得脆脆的，我们把它来做那个腊肠卷的那个装饰啊，然后另外一半呢我们就把它切碎，等一下我们就来炒酱汁使用。啊，像这个茄子是在处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注意的？这茄子我们在买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买啊？老师，里面哈，我常常买到里面籽比较那个，我们希望因为籽比较大颗，其实口感上就那个纤维较粗，对不？对。哎呀，那要怎么挑？我每次都要摸来摸去，但是又不好意思啊，对不对？其实它有没有什么特征？其实胖的啊，还是瘦的？里面它种子已经开始在长。它已经开始在结种子的时候，它一开始就慢慢变轻，很大一颗，因为慢慢变轻，因为里面开始组织会开始海绵化，所以你拿的时候要记得，推开它挡心咩，比较沉甸甸的那一种，然后你握下去，那它会比较会有那种在反抗你的那一种感觉，可以握握看啊，小心哦，这上面有刺，不要捏到。哦，就是它比较有弹性的，对，它会比较没有弹性的话呢，就比较老了，对不对？比较老，或者是可能放个一阵子的。好，我们这个先把它切开。0.5到1公分的厚度。哦，真的耶，老师，你挑的里面都没有籽哎，还是会有啦，只是好厉害！但是你今天运气太好了吧？我觉得这个籽看起来都是很，就是说吃下去你那个口感不会有什么影响，对不对？我每次挑到的那个籽的颜色都已经有一点咖啡了。那个茄叫做什么茄子？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对不对？这个我们就叫日本圆茄。好，那我们茄子先。这不用泡水吗？泡盐水？不用，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是要把它拿去烤。是啊。而且我们的酱汁有点酸，所以它还是颜色不会太那个。对，因为烤下去之后，其实它又是红色的酱汁，它不会太明显。像在意大利那一带的话，有一些人他们会用生火腿。那我们就因为生火腿。有些地方不好买，所以我们就用培根来替代。我们培根就从中间把它切断。好，我们锅子里面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点没关系，因为我们要先炸蒜头片嘛。锅子差不多，不要太烫哦，我们就有点温度就好。然后我们不然蒜头很容易呢就会焦掉哦，然后就会苦掉。先下来把蒜头稍微煎一下，煎成金黄色。啊，那个如果太热的话，我们先把它移开锅子。让它稍微拌一拌，那油稍微降温之后，因为这个蒜头是所有食材里面算是很容易烧焦的东西。好，那个慢慢上色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已经慢慢上来了。我们就可以准备捞起来了。你不要等到它颜色很漂亮才捞哦，颜色很漂亮起来，因为它会慢慢加热，最后就会黑掉。就跟我们炸油葱酥一样啊，你看到那个颜色已经有一点的时候就要离锅了啊，不然它很容易就焦掉了。好，那我们就先把它移上来，让它油稍微再滑下来一点，再把它捞起来。放旁边，茄子要稍微把它煎软，这样子我们才会比较好操作。茄子我们就直接给它下来，用这个蒜头油把它煎一下。好，然后尽量挑差不多大小的片。好，那我们把那个茄子煎到有点软之后。不用全熟嘛，哈。不用全熟，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还要再卷进去烤，所以我们起码一定我们要再这样子卷的时候，它不会断掉。OK，我们就稍微再把它煎一下，而且它这个油一吸进去的时候，等一下茄子里面就会有那个蒜头的香味。好，我们再把它再煎软一点。好，拿起来。好，我们把它稍微煎一煎，把它煎软，然后微微上色。啊，真的很香哎，因为那个蒜的味道有进去有进去了。所以我们这个锅子其实都不用洗。那我最喜欢了，一锅到底。对，然后我们把剩下来的大概还有1大匙左右的油，我们再倒回来，然后我们就把蒜末先下来。这时候锅子里面的火都还没开哦。对，没开，因为锅子够热啊。但是如果家里的锅子没有那么烫的话，还是得开一下。好，我们先把它蒜头爆香，因为蒜头在爆的时候，我们尽量是锅子热油冷，然后蒜头下来，因为蒜头是所有食材里面最容易烧焦的。再来的话，洋葱碎。那洋葱香味起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番茄丢下来，因为这个番茄它就是已经去皮去籽了嘛，而且它都没有调味，对不对？对，它没有调味的。我们就先这样让它煮一下，让它有点浓稠。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奥勒冈叶，我们就剥个2、3叶下来。好，那这时候我们的胡椒粉，
然后我这胡椒颜色会比较五颜六色，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是买那种研磨的，就要用一定要现磨的，然后它里面有5种不一样的胡椒在里面，它味道会比较丰富，比较多元。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下来。好，现在可以闻闻看它的那个味道上来了。我已经闻到老师刚刚讲的5种胡椒的这个味道，还有刚刚的这个蒜油，还有奥勒冈。对，我们就让它稍微再煮一下，想让它焖一下，让它软化。然后我们火这时候就把它转到更小，微微的火，然后再给它稍微续煮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加一些盐巴试一下味道就好。好。然后我们现在来做这个的话，我们茄子先稍微打开，打开的时候我们就一片培根，放一片培根上来。然后我们加一些乳酪丝，如果有办法买到那种整块的乳酪，我们就直接把它切成一块，有那种厚的大块的那种，然后再把它卷起来。好，卷起来的话，我们先用这个盆子先摆着，然后我们等一下。要不要用牙签那些都不用，只要收口陶下就好。因为这个茄子刚刚我们把它稍微煎过，然后就盖在这边，有没有？它已经软了。如果在家里面让它软得更快的话，我们就找一个盆子。把它煎一煎，放下来之后，保鲜膜盖着，让它热气焖在里面，它就可以软得更快。我们一般以为说，做这个焗烤啊，通常都是起司丝撒在外面嘛。对。然后这样子烤的时候，起司有一点焦黄的。结果老师是把它包在里面了。这道在那边，他们也是说包在里面。那这样子，待会儿烤完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熔岩一样，从里面这样流出来，跑出来。这样即使这样子吃，感觉很 juicy 哦。对。可是这个热量有点高啊。没有错，很多人吃起司饭，会觉得说，非常好吃哦，就一个接一个。其实起司本身它的油脂的含量非常的丰富哦。对，因为它没有办法用那个低脂的来做。现在加一点点盐巴下来，所以像今天这个就是原汁原味的，它没有加半滴水的。然后一点点的起司粉，让它味道稍微提一下。起司粉不用放太多，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撒一些在茄子上面。那煮到这样子有点黏黏稠稠的，这种煮起来的话，如果你当天没有用再摆一个晚上，它的洋葱会变得更软，它会更甜更好用，所以这种就可以做起来很多。那我们就把它罐子装着，然后丢冷冻库，要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所以煮这一个算是也不是说酱汁啦就是可以把它呢多煮一些，然后放在冷冻库。对，而且这个是万用酱啊。你到时候再煮意大利那个番茄面的时候，再加一些红酒跟碎肉下去，它就又是另外一个东西了。然后如果全部再加，然后全部都加蔬菜，像茄子啊、节瓜、南瓜，把它全部切碎丢进去，它又是另外一道菜。所以这个算是一般他们的意大利的常备酱料，就像我们家里面家家户户都要吃啦。像日本人的味噌，台湾人的什么？家里有一锅萝卜手卤肉饭。对，好。那我们就把它先移进来烤盘里面，先一层在下面，之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茄子放上来，我们就先把这个放上来，这道菜的话，在他们那个小酒馆里面很常出现。记得这个容器一定要用那种可以进烤箱的耐热的，不然的话，而且最好要有一点深度像刚刚这样有一点深度，不然不小心就会炸开。好，我们再把一点点的酱料放上来，一点点上来，让它味道会比较均匀。因为我们的茄子刚才都没有调味嘛，因为培根本来就有咸，然后乳酪在加工过程之中，它也会加一些盐巴下去，所以我们就上面再放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焗烤方式其实蛮特别的就上下才来铺呢我们的这个番茄的跟洋葱的这个酱再撒一点点乳酪丝，
这样子待会烤出来的这个层次呢会更漂亮哈。再撒一点点乳酪粉，然后我们再把要烤多久？像这个烤箱我都没有预热，温度的话我们设定是在180度上下火，我们是冷的进去，所以我们大概设定15分钟。另外出水，所以我们下面这个汁已经开始在沸腾了，食材的那个水分也跑出来了，我们就把它先拿出来。我们在下面轻轻把它缠起来，缠起来之后，我们这边稍微把它压一下，它才不会堆得大多。然后把盘子上，好，我们再挖一点点这个放旁边。好，然后我们再淋一点点那个初榨的橄榄油，又是油，可是不会的，这种油问题是不会胖。初榨的橄榄油对我们的身体算是很好。